讲到疫情影响到台湾的观光，连伴手礼产业嘛受到影响。经济部甲中台湾各产业单位合作推出翻转中台湾百间伴手礼在你买活动，推广民众山顶买物件抽大奖，希望讲刺激买气，提早为中秋送礼市场来热场。 甲每一个产业搭伫地图顶，这是中台湾的地图。为着帮助伴手礼产业度过疫情，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和中台湾各产业工协会引进所谓转型辅导计划，推出中台湾百间伴手礼在你买活动，要来刺激消费。 每一场次大概都100-200位的店家上场，然后在那个平台上面一起来参与这样的课程。现在变成就是用网络上销售，然后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增加我们的销售。 因为疫情，中台湾今年前半年伴手礼买气减少3到4成，尤其是第三级的警戒期，业绩那个敢若剩2成左右。为着要帮助这个产业渡过难关，政府嘛顺势辅导转型所谓平台，用线顶消费的方式，佮透过抽奖来增加买气。可以借由这个礼盒的赠送，有一种花好月圆的感觉。 我们从线上的方式，然后一个一个教他们，我们去如何去上架这些产品。中台湾百间伴手礼串联苗栗、宜兰、云林以北的店家，透过提升中台湾伴手礼的产值，估计会使为产业带来要2000万的业绩，提早为中秋送礼市场来做准备。